大家穷下来，大家一起玩，这样子比较热闹哦。那先放一个圆的，好，圆嘅，再放一个四角的，好，放一个四角嘅。哦 ，OK， 好。那再来一个三角的，三角形哦，这里有三角嘅。嘿，倒了！我不玩了啦，怎么那么难啊？表妹不要生气嘛。我想可能是我们放的顺序不对。大家穷下来，大家一起来再试试看好不好？好吧，那我们再来试一次喽。好。大家穷下来。大家穷下来，大家一起来！耶，饼干烤好了！大家穷下来，大家一起来吃饼干吧！哇，好香啊！有三角嘅，有三角的，有四角嘅，有四角的。哇！还有我最喜欢的圆嘅，没错，圆的，开动了。好，那你想先吃哪一个呢？大家穷下来，大家穷下来，大家一起来。大家穷下来，大家一起来，你学会了吗？大家穷下来，学会了，厉害哟！那哈克乌拉拉，下次再见，张来月。